聖經詩篇118篇嘅15節，在義人的帳篷裏有歡呼拯救的聲音，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。邊個係義人呢？唔係靠我哋自己有好嘅行為稱義，唔係。聖經好清楚話俾我哋聽，亞伯蘭信耶和華，這就算為他的義，即係一個嘅義人，係一個相信耶穌基督嘅人，罪蒙赦免，被神算為，被神稱為義人，因為佢信咗耶穌，好得無比。一個信耶穌基督嘅人，有歡呼嘅聲音，有歡喜快樂嘅人生。耶和華嘅右手施展大能，佢經歷神自己嘅幫助，大能嘅拯救，好得無比。求主幫助我哋快快嘅相信耶穌基督，叫我哋能夠喺神面前稱義，行喺佢嘅喜悅當中，有歡欣，有歡喜嘅人生。我係鄧影善牧師。